準備自己練習呼吸空間嘅時候，可以感受一下此時此刻有意㗎，無論你係坐喺度或者企喺度，都可以讓身體進入一個垂直莊嚴嘅姿勢，讓呢個姿勢嘅轉變提醒自己從不知不覺自動導航嘅狀態回到當下。如果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合埋眼，又或者如果你鍾意，亦都可以微微張開雙眼望住地下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呼吸空間第一步，留心一下呢一刻身心嘅狀態，腦海裏邊有啲咩念頭飄過呢？盡可能留意到念頭只係心嘅活動，甚至可以用言語去描寫一下佢。而家有啲咩情緒喺度嘅呢？留心一下，如果有任何不快嘅情緒，可以轉向面對佢哋，認知佢哋。而家身體嘅感覺又係點嘅呢？可能可以由頭到腳掃描一次，感受一下有冇任何掹緊、收縮嘅感覺。而家進入第二步，溫柔㗎，慢慢將注意力轉移到腹部，感受下腹部呼吸嘅感覺。感受下腹部吸入嘅時候脹起，呼出嘅時候落返去嘅感覺。盡可能跟隨住呼吸，全程嘅進入身體，全程嘅離開身體。而如果個心游走咗，亦都可以好溫柔㗎將佢帶返嚟呼吸嗰度。而家第三個步驟，可以容讓注意力從呼吸擴展開去，包括埋整個身體嘅感覺，包括埋身體嘅姿勢、面部嘅表情，整個身體當下嘅感覺。如果你感受到身體有任何唔舒服、拉緊、抗拒嘅感覺，亦都可以試下溫柔㗎，每一次吸入，將氣息送到去身體呢個地方。而呼氣嘅時候，又可以從呢個地方呼返出嚟。每一次呼氣嘅時候，可能可以讓身體更加放軟、放開。而家盡可能將呢個擴展咗嘅寬闊嘅覺察力帶到去你今日每一刻。